老师念一句，恁着爱讲，我嘛念一句。老师念一句，我嘛念一句。老师念一句。第一课，学校的图书馆。啥物所在册上济？我甲同学要借册。图书馆册上济。欢迎大家来看册。第一课，轻松学语词。教室、便所、办公室。健康中心、保健室。司令台、电脑教室。教室。洗浴室。教室。便所。便所。办公室。办公室。健康中心。心要闭嘴巴。健康中心。保健室。保健室。司令台。司令台。司令台。电脑教室。电脑教室。第一课，轻松学语词。教室、便所、办公室。健康中心、保健室。司令台、电脑教室。教室、便所、办公室。健康中心、保健室。司令台、电脑教室。准备一支铅笔，准备一支铅笔，准备一支铅笔。咱掀到上后壁，第二卡写你的号码，拆落来，课本收起来，甲伊凹凹咧，折一折，凹凹咧。拆好开，撕开，分第一课、第二课、第三课、
第4课、第5课。已经做好诶，会当甲别人斗相共哦。你会晓念课文啊吗？会晓念就会使来演戏哦。这学期老师要请逐个人拢来演戏。今仔日咱要演的是啥物戏咧？是2个小朋友，一个古锥的查某囡仔，伊要问同学讲，啥物所在册上济？我甲同学要借册。再念一解，啥物所在册上济？着你念。我甲同学要借册。好，伊问了了后呢，即个查甫囡仔，缘投的查甫囡仔，伊会回答伊，伊会甲伊讲，图书馆册上济，欢迎大家来看册。咱来试一摆，图书馆册上济，着你。欢迎大家来看册。安尼，因着演了后，是毋是真简单呢？想要演的人会使举手，咱逐个轮流来表演。